啦，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初选是一延再延，讲昨的中常会讨论初选的日程，气氛真歹。陈局讲，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无应该把日程提早流出去，互中常会真歹做。陈明文更加是转倒来呛罗文嘉，讲即摆民进党是秘书长咧做主咧，现场乱哄哄也是无意义的结论。即摆就爱等5月2日的中执会，看是不是会决定。我们最后在5月22日会召开中执会，来通过后实施。民进党拜三举办中常会，针对总统初选时程就得到这款的结论。5人协调小组到5月2日前会继续甲赖清德、蔡英文进行协调，但立委初选公告了后，才去进行总统提名政见会甲民调。不是为了蔡英文而来，也不是为了周荣泰而来。现在我要多加一个，我也不是为赖清德而来。公告参会人透露，会议气氛真无好。中常委陈明文转倒，甲罗文嘉呛声，即马敢是秘书长做咧？罗文嘉回答出来外面讲啊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嘛表示真不满，讲无应该提前甲时程流出去，安尼互中常会真歹做。想要赢，但是无战略，只有战术，是唔对的。我们查条会说明啦，会说明有结论，大概稍微有结论的。面对镜头拢真低调，公告透露，除了单胜红以外的郑文灿、郑宝清、关碧玲，拢表达相像看法，拢反对伫拜三中常会通过初选日程。有人把个人意志强加在大家上面，这个对制度上是一种伤害。不要拖太晚的时间，对我们地方会比较有所依循。民进党总统初选原本已经规划5月2日协调期截止了后，24到26举办政见发表会，27到31进行民调，6月初5由中执会通过总统提名人选。但是即马确定这份日程表无伫中常会通过，互民进党总统初选搁再添变数，一切拢得等5月2日中执会后才会当确定。